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咱来看昨国内增加一个境外病例，4例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是诺富特饭店女主管的翁婿甲后生，阁有查某囝。另外一例是华航货机技师的查某囝。目前为止，这波感染嘛已经有24个人胃着病，比年初玻璃桃园病院关注的事件规模愈大。华航机师着病事件，搁增加4名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134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是诺富特饭店帮扶部女主管1129例的学生，最近无出国，离岛出现肩膀酸痛、咳嗽症状，经过采检确诊。1135例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是1129例的翁婿，因为出现咳嗽、发烧、老症状，采检才确诊。1136例是本国籍30多岁女性，是1129例的查某囝，伊因为有症状，经过采检才确诊。1137例是本国籍无满5岁查某囡仔，是华航货机技师。1102例查某囝最近无出国，也无疑似症状，因为小弟。1133例确诊，经过评估有感染风险，安排采检才确诊。累计这个事件总确诊人数达到24人，已经超过为福部桃园病院关注的21人规模。确诊的人比较多，那我们上次的时候，整体对社区的影响，我们大概匡列了大概4888人嘛，哈。那现在目前这个还没有到那么大，不过随着时间的演变，会不会再扩大？好，我们就要持续的在监测中。另外，有关华航1279名技术采检专案，新增1名检出血清抗体阳性，是罗西亚籍30多岁男性技术。那主要是往返澳洲来执勤。那最近4月27日返国后进行居家检疫，没有不适的症状。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隔离。因为这波疫情累计家庭关注有6件，也超过报头3件的规模。但市长强调，社区警戒至少要观察到5月中。另外，诺富特饭店的环境采检，这2天拢总采检432件，目前由原例检验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景文科技大学，伫4月底有学生要去诺富特饭店参观访问，嘛文化大学学生去实施，学校是赶紧消毒，嘛监控学生的状况。昨增加的4例本土个案有2例捌伫双北市坐过的大众交通工具。疫情指挥中心嘛公布因捌去过的所在，提醒民众差不多的时间嘛捌去过同款所在，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哦。若是有出现症头，就要赶紧通报。真正确诊的个案1129罗湖德饭店帮扶部的女主管，伊的2位厝内底人即阵也确诊。其中个案1134女主管的后生4月27北到台北市上山区，晚中昼时阵坐254的公车到7-11去领钱，随是到光华北路的印度餐厅去食饭。下晡坐672的公车，另外在4月28到29，2天拢坐262的公车上下班。伫饭店女主管的查某囝确诊之前，在4月26到28，拢坐公车坐运通群，欢看湘北。4月26暗时是伫新北市72度 C 所肥健康餐去食饭。1136是4月26号到4月18号，那还在时间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啊，基本上他就是上下班。那去的时候是搭捷运。那相关时间有出入这些或相关的一个通行的相关的人就稍微注意一下。指挥中心强调，因为2个个案在可能有传染日期间出入公共场所，接触到无特定的人伤罪，所以讲公布卡抓。另外，华航罗湖德饭店的互相烧胃事件也伫调查感染源。景文大学证实，顶个月27有5个老师、1名系上的助理，85个学生参访罗湖德，虽然无直接接触确诊的人，不过学校已经完成消毒的作业。这参访的人2礼拜袂使来学校上课。除了一些学生回家之外，那另外只留在宿舍的这16名学生，我们都用分层或1人1间的方式的来做管理。那除了他的3餐，还有他的一些相关消毒的用品，我们都为宿舍全面的提供。另外，文化大学也有一个学生在罗湖德工作，最后上班日是4月25，学校采取高规格防疫，5月7日进行大规模的消毒作业。指挥中心证实，这学生在饭店清空迄天已经无上班，所以被列做伫厝隔离的对象。在昨天下午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校长即刻就在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校内我们拉高我们的防疫的措施，同时也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同学。
另外，一方面，清华大学也伫面册大肆公告，讲学校内底最近有几2名学生被甲新冠肺炎确诊者接触，由卫生局列做伫厝隔离，已经安排线上教学。学校强调，这几位学生甲即摆饭店感染的事件无关系。指挥中心表示，清华大学防隔离的人应该是外籍学生，之前在国外就已经接触过感染者。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技术个汤圆防疫旅馆为烧坏事件，为着病的人数嘛已经超过玻璃汤圆病院，会使讲是疫情发生以来台湾上大的危机。这为着病人捌往来台北市，搁有新北市，所以上北市的首长嘛呼吁中央爱随来调整防疫的做法。华航诺富特感染目前总共有6位确诊个案的卡列到过湘北，在湘北的公车甲结婚，这波疫情造成群聚感染。台北市居家隔离的人数已经到252人，也有上百人得了疫调，创历史新高。台北市长郭文哲催理讲，台北市已经完成按1134甲1136行过地点的清洁甲消毒。郭文哲也紧急去影片宣导。讲这2天疫情较无明确，民众一定要挂好嘴安，做好防疫。第一点，这个政府该消毒的，不管是公车、场馆、住家，我们都已经做完了。那有必要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再补消毒一次。第二点，目前我们居家隔离达到252人，这是历史新高。所以，凡是被居家隔离或被需要自主管理的，请配合合作，不要啪啪走。第三点。这1、2天疑前不明，我呼吁市民朋友，请戴上口罩。市府是不是有关防疫的战绩？郭文哲讲会伫今仔日早起10点半宣布。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伫咧催你紧急召开应变会议，讲这边疫情影响比报道群聚也更加大，新北市一定要守好条。确诊的个案已超过部逃的个案，从华航机场染疫这个事件扩及到新北的，我们要全力的防堵。重点车站、重点时间，甚至我们1个小时消毒一次，电扶梯以及出入比较频繁的4个小时消毒一次。有意讲，诺富特员工进入社区了，已经造成家庭群聚感染，也敢若有社区感染的情形。新北市大众运输会加强消毒。侯友宜这期真侪卡列中央无公布。新北市会以华航诺富特案为界，全面检视新北11间防疫旅馆，确保独立空调加分层分流的动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京奥运棒球6场的资决赛，6月16要伫台湾开始比赛哦。考虑到这外国球队来到台湾，甲咱中华队的球员嘛有接触，咱中华队的教练团佮有球员有20个人，嘛去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来注疫苗。你生在台湾嘛，非常幸福嘛，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吗？你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你都会吓死，像现在印度的疫情那么严重，你有时候你想要打都没得打。我回去会跟选手讲，还是疫苗打起来会比较安心。教练洪一中表示，因为有部分的选手哦，个比赛因教练团先来注射，若是无啥物感觉哦，应该袂去影响到比赛，选手就会来注射。台北市联合病院副院长陈忠良是表示讲哦，联合病院目前有1200外的人注过疫苗，大约有1成会发烧，5%注射的所在会红、会肿、会痛，无人会规身躯酸痛，也毋过这镜头大概拢维持1天就无代志咯。再来看一寡国家哦，因为普遍注疫苗，就慢慢调整防疫措施。来看英国，初二就有一场伫户外唔免挂喙安，也唔免保持社交距离的演唱会。政府嘛利用这场演唱会来研究群聚甲传染的关系。西班牙最近嘛开放一场斗牛赛哦。意大利的比萨铁塔关起半冬，又搁重新开放咯。另外哦，意大利的家族骹球联赛，今年国际米兰队是摕到冠军哦。球迷上街头庆祝，嘛拢无保持社交距离。这场户外现场直播，而且有5000位歌迷到场的演唱会，也只有伫咧英国摇滚乐团比特斯故乡利物浦的居民才有法度参加。大会提供5000张门票，观众就要先体检是阴性。入场了，免挂喙安，也免保持社交距离。 It's so strange, honestly, coming in here and just seeing like the couple thousand people who are already here. That finally like businesses and
events such as this can go ahead, and I just feel very happy about it. 这场实验性的演唱会参加人就在5天后接受第2遍体检，相关资料会交予政府做群聚加感染关系研究。英格兰目前规定，户外群聚人数上最6个人，按算这个月17增加到30个人。这场演唱会参加人提早体验到疫情后时代为正常生活。不过专家警告，英国即马逐天也阁有新增加确诊的案例，未用放松。西班牙马德里出力办疫情发生了第一场自身性质的斗牛赛，为世界杯斗牛士甲业界人士募款。自从疫情发生了，西班牙斗牛产业就规拢停落。即马官方核准观众总人数降到4成，也就是6000人会当看比赛，不过就要挂肺炎保持社交距离。Pues nada, emocionadas y muy contentas. Estábamos deseando porque es mucho parón ya y esto. 意大利的比萨出塔7月重新开放，这是一组1年期的套票，也使去参观其他古迹加博物馆。伫迄天中昼已经卖出500张门票。比萨出塔伫个过去，一年游客有500万，不过自去年11月初3宣布关闭了，半年来拢无游客。伫米兰有真侪球迷伫咧落去庆祝，国际米兰摕到自2019年以来意大利甲组骹球联赛的冠军，不过球迷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也拢无挂嘴烟。公司新闻吴宁编辑。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台湾附近的水汽豆豆啊变多，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落大雨的情况哦。来看温度，今仔东半部地区佮有金门、马祖一寡所在会落雨，东半部地区雨有可能会落了真大。早起气象局嘛发布台东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过昼嘛开始落雨。今仔西半部温度上悬会到32度，东半部大约是28度。明仔载中南部温度上悬会到33度到35度。另外5月份开始的黄霜雨季，1礼拜3开始小连续会有2个方面来通过，天气会无介稳定哦。今仔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嘛无介好，空气品质指标会是柑仔色提醒。另外中南部佮有金门、马祖地区哦，会有蒙雾，佮云会增加，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赛车朋友都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可能严重哦，大拢5万5月份的黄霜雨季的雨水，会使来解决欠水的问题。气象局是表示，今年头一波的黄霜雨的方面，拜三就要来咯。北部佮有东部的雨水是袂少，中南部的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已经进入5月，黄霜雨季，不过拜六各地天气出日头，大台北早起11点半，气温已经到30度。气象局观测未来7天内，可能有2波移动锋面接近台湾。第一波时间点到落伫5月初5拜三，中部以北加东北部地区落雨会较明显。在东半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在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这波锋面比较属于移动性的，而且影响的区域还是比较偏北哦。第二波锋面接近的时间是伫5月初8拜六，不过要等时间较接近，才会当掌握落雨状况。保证预测也是属于移动性方面，落雨时间袂伤长，恐惊对水程度就有限。劳动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西半部地区为地北方面扩散条件差，受光化作用影响，午后臭氧浓度升悬，下到冰冻测站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海等级。西半部也有真侪测站倒去柑仔色顶。下午的时候臭氧浓度都容易偏高的现象嘛，那就提醒大家在下午的时候留意一下空气的变化。山上还是东风的，扩散条件还是不理想，但是不会太差。环保署表示，拜一环境风场由原是偏东风，西半部地区为地北方面扩散条件也是无好，西半部过昼空气品质可能也是来到柑仔色等级，提醒敏感族群爱避免伫户外激烈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高雄过去针对展览的规定是真严格，袂使赶饮料入去展览馆哦，讲话佮有笑拢袂当上大声，佮有真侪规定。也毋过为了要打造优胜的展览环境，高雄决定讲要放任规定，观众未来会使带放伫水沟内底的水入去咯。这嘛是高雄开放一甲子以来，互民众会使带水入去展场参观。再来看《彭哥日报》，台湾现代诗人关关因为伫厝内跋倒哦，送病院，5月初一过身，享受92岁。
关键的创作真多元，有诗、散文，嘛写剧本哦。伊写作超过60天哦，伊个正高画图嘛捌演戏，算是一位真鬼才的作家。传出伊过身，互伊的朋友、各读者是真无甘。再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地政署的统计是显示讲，5冬以来哦，伫英属维珍群岛注册的台商，伫台湾买将近5万平的土地，超过13万平的楼仔厝哦。这人伫台湾的房地产上济，过来是香港人是第2名。香港人伫2019年伫台湾买厝的面积是比2018年成长2倍。再来看，甲华航机师染病事件有牵连的确诊者已经有24个人哦。因为有人捌坐大众交通工具往来双北市，阁有桃园，所以有医师是真烦恼，讲疫情恐惊已经进入社区。桃园环保局甲国军昨早起就去华航的园区来大消毒。早起，国军的化学兵甲桃园市政府清洁警察大队在华航园区进行喷药消毒，希望经由内外消毒的方式，将园区内外每一层楼拢消毒好清气，彻底来杜绝病毒的传播。国军弟兄这边出动相关的人力跟喷雾机来做内部各个楼层的一个清消。那外部的公共区域跟地下室这种比较广大的范围，那就由环保局这边出动车机的部分来做这个大范围的环境消毒。因为华航机师为着病毒事件继续扩大，华航机师伫事检疫的乐福德饭店正最头一地防疫旅馆互相烧话，相关确诊总计已经有24人。因为外籍航空公司的机师他要做电子围篱，他是1到3天，他是走这个专用通道，然后专用车辆。我要特别拜托民航局外籍航空公司的机师不能成为破口。有医师认为，防疫旅馆的为着风险甲病院差不多，工作人员应该接受完整的防疫训练，才可避免接触的传染。另外，也有医师烦恼，这波疫情真可能已经进入社区了。核酸检验也是阴性的，表示这些驾驶呢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发生感染。那既然感染又没有被发现呢，很可能他会把这个病毒散播到社区去。接触到有带有病毒的一个地方呢，你手上的病毒可能会存活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摸到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的时候，就会可能发生没有面对面所产生的间接接触传染。医师呼吁爱提升防疫警觉，嘛要避免这波感染进入病院，或者造成病院互相烧话事件。离确诊个案捌坐大众交通工具，卡列遍布全台5县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密切关心社区感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的疫情是拖甲真严重哦，嘛传出一个49岁伫印度的大商，因为胃着病已经伫印度过身咯。咱国的外交部统计，目前阁有100多个台湾人伫印度，有11个人胃着病。印度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40万例，搁再破纪录。随着疫情急速恶化，当局也对5月开始开放所有成年人来注射疫苗，已经有大约1330万人来登记。各地拢会使看到排队排真长的情形。疫情最严重，各国拢伸出援手，咱国头一批医疗物资，包含150台制氧机甲500支的散素桶，也在初二早起运到印度。根据外交部统计，即阵滞留印度的大商干部大约700多人，有11位旅居印度的民众来确诊，其中初一也出现头一位台籍干部为着病毒了后不幸死亡。那家公司就是它本身就有一些干部，那位员工是因为他比较严重，在医院在治疗，然后他是突然临时恶化的状况。旅居印度的台商侨民已经陆续返回台湾，目前只剩100多人。4月30号有14位国人搭乘日本航空班机，经过日本东京转机，已经在5月1号返回国内。离科技当天，邦加罗尼市当地政府为着防疫，已经要求企业工厂5月7日到7月停工休防疫假。部分台湾的科技厂也配合政策，安排台湾这位干部伫旅馆也是宿舍上班。我们都透过当地的台商会跟当地的台商和台籍干部都有保持联系，他们陆陆续续有离开印度，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外国的援助到印度。经济部表示，受到印度疫情的冲击，已经有不少大商选择返来台湾。指挥中心也宣布，5月7日透早0时开始，14天内底有印度旅游史，也是到印度转机的乘客入境台湾了后，一律待伫集中检疫所14天。
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目前已经超过1亿52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32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总是增加5个病例，目前是113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是超过6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最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是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1900万例，巴西超过1400万例。伫欧洲哦，英国是超过443万例，法国超过571万例咯。再来看印度，最近印度逐工为着病人数拢是40万人起跳。印度政府嘛开放18岁以上民众会使注疫苗，也毋过有真侪所在，伊方式是无够通注。疫情拖甲遮尔厉害哦，也毋过当地一寡大型的活动嘛是搁照常举办，甚至哦嫌总理莫迪嘛拢去参加。印度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的黄金庙，初一是锡克教第9代宗师德格巴哈都尔的400岁명诞举行庆祝活动，现场唔但客家10桶，无社交距离，真侪人连喙暗拢无挂。कोरोना करके संगत थोड़ियां घट ने काफ़ी घट ने संगत काफ़ी ज़्यादा घट है पर जे ही कोरोना महामारी ना होंदी इत्थे बहुत संगत ने भरपूर पर ये संगत बहुत मना रही है देशां विदेशां अंदर मना रही संगत。外国病毒的高度传染性，宗教集会甚至政治活动，犹原是全部照常举行，也是印度第2波疫情失控的主要环境。总理莫迪迄天日头早，犹原照常出现新德里的锡克教寺庙参加祈祷活动，甲以往唯一无共的，就是伊挂喙暗。印度当局初一起开放18岁以上的成年人注疫苗，搁暂时禁止 AZ 疫苗出口以满足类似。虽然安尼几个省却因为欠疫苗，表示扩大注射的政策歹执行，包括中央省甲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斯塔拉省。印度14疫情口中，只有无够2%的人注2剂疫苗有完整的免疫力，注完1剂的大约有10%。大港的注射数自4月初的360万剂降到无够250万剂。注疫苗以来，公立病院免费注射，私立病院爱收250卢比，相当3块美金。也毋过，疫苗售价就要交予厂商决定，免费疫苗可能就无啊。有一寡省政府处理疫苗的售价是中央政府的1倍，根本就无法度免费注疫苗。私立病院的费用更加是起定啊！美国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伫初一出刊的印度快报专访中指出，印度应该为同款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吸取抗疫经验，采取全国性大封锁，去类似武汉的封城病院，其他的关键措施也有长期的疫苗注射计划，随保障sản xuất、呼吸器、防护装备等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哦，中国政府甲旅游业者就推出以共产党史为主题的红色观光，唔但希望讲伫疫情中会使来提振观光，更会使来加强爱国教育，对民众来洗脑。体育的红卫兵甲后代共同组乐队，唱着象征革命的歌曲，歌颂毛泽东甲共产党。都是共产党创党100年，中国文化甲旅游部推出上百个以共产党历史做主题套装旅游行程，也叫做红色旅游路线，希望民众透过参观革命的旧所在纪念馆甲博物馆，感受革命文化，加强爱国心。我觉得这种苦难，它只会激励我们今天更好地珍惜我们今天的这种幸福、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说的，走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新的长征路。伫江西省的金光山，人口要到20万，才互人叫做中国革命的发源地。因为当年毛泽东就是对这出发，自农村包围城市，对共产党员来讲有特别的意义。100周年了嘛，所以我们几个老朋友、老同学一块结伴到井冈山来，瞻仰。革命烈士。中国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动红色旅游，到2019年，全国参加的旅客人次已经自1.4亿成长到14亿。红色旅游同时也带动农村的发展，创造上万的就业机会。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加强大内宣。
伫创党100年的时阵，希望个人重温中国的党史，利用影视作品宣扬爱党爱国，锁定少年学生，培育解说员，传承共产党的历史文化。有100多名讲解员，就是中小学生了，他们来参与传承长征和遵义会的史实以及精神。伫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发展也慢慢复苏。芝麻哥拄好是5月假期，官方估算旅游人数让超过2亿，恢复到2019年的水准。去年疫情，很多人他是一整年可能都没有出去大家就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期。那是租车市场成长。要订火车票、机票加航景区的门票的人也真多。专家讲，官方经伫咧今年大力宣导红色旅游，会当帮助提升5月假期的旅游市场。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来看土耳其指控希腊甲海上非法难民等伫爱琴海顶头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规定。有国际组织嘛统计讲，今年的正月份到3月份，这款海上的人球事件到55件。也毋过希腊政府是强调讲，因并无违法，嘛颠倒指控土耳其无依照两国协议来处理非法难民，互因出境。伫咧土耳其甲希腊交界爱琴海，28位难民和土耳其海巡队救起来。We had almost made it to Greece, and then the Coast Guards arrived and they threw the engine into the sea. They beat us, even the young girls, and then they pushed us back toward Turkey. They hit us, they pierced the dinghy, and it started to fill with water. 这款难民分别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朗、索马利亚，甚至是刚果。自土耳其非法入境欧洲，有超过70%拢是行这条路线。对土耳其的加纳卡莱省坐船，经由爱琴海到希腊的列士波斯岛。土耳其指控希腊甲难民等待违反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受困钓伫咧海上的人，就要被带到相关的安全港口。 %80'i geri gitme olaylarından meydana geliyor. 无偌远所在有一架希腊的船伫咧监控情势，希腊海巡队希望土耳其处理海上难民，调降挖井挖观察，希望确保难民被救起来，甚至是送入去土耳其领海。Greek Coast Guard, Greek Coast Guard. This is Turkish Coast Guard. You are violating Turkish territorial waters. 土耳其这边的船也挖过去，要甲希腊的船赶走。希腊当局发声明判定违法，并且批评土耳其反应无够紧。根据土耳其伫2016年甲欧盟的协议，经过土耳其进入希腊的难民，若是申请庇护被拒绝，就要甲人遣返登记土耳其。 Often the Turkish authorities are completely inactive until the boats reach the border. 为政府组织 Maria Liberland 统计，2021年前3个月，总共发生55件海上难民人球事件，要到1480人被抓来送登去土耳其，只有差不多820个人成功到希腊，是去年同期的1/10。难民被送登去土耳其的伊兹米尔省，国际移民组织接受处理，提供因食物甲衫裤。 叙利亚难民穆罕默德就讲，虽然把失败过，不过也是想要再试一遍，非法偷渡到欧洲。Yes, God willing, I'll try again, and God willing, this time I'll make it. 这寡和土耳其注册难民，不管这条路有偌危险，也是想要去欧洲。根据 Maria Liberland 的统计，今年海上偷渡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2位难民死亡或者是失踪。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 今仔国际上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是缅甸的反政变示威者伫礼拜又搁行上街头游行，伊嘛呼吁讲要发起春天革命，也毋过缅甸的军方搁向游行的民众来开枪，至少造成8个人死亡。再来看南韩的执政党将选出新任的党主席，58岁国会议员宋英杰当选哦。日本媒体是指出，宋英杰是对日本中艺派哦，常常会讲出一寡正激烈的言论。再来看中国海警船最近常常驶去钓鱼台的附近，日本政府是表示考虑讲2024年要来成立海上运输部队，会使来运送重装备，防止中国海警船入侵。
再来看海巡署配合的海巡队长下晡发现一只中国的海钓船超过边界的钓鱼啊，所以去船顶来检查哦。海巡另外甲船员佮有钓客，拢总15个人押登去马警部队来调查。这只白色的海钓船伫大海内面特别明显，不过这个所在拄好是咱国的限制水域。海巡人员登船检查，发现是船名叫做发烧友的中国厦门海钓船，因为已经越界，伫咱国海峡钓鱼，所以海巡甲船员甲钓客总共15个人，连船决定押登去马警部队调查。在今天的下午的1点40分，在花屿的西北方22.7海里，发现该陆籍的海钓船进入我海域作业，随即我们人员登检检查，发现船上共15名人员无发烧情形。穿迷彩衫的中国钓客一个落船，进化了后喷消毒酒精消毒，船顶250公斤的鱼血全部拢等咧海。好在在船顶无发现猪肉、牛肉，也无人发烧，专案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查处。按照以往的惯例，有些大陆渔船还是会偷跑到我们海域来作业，所以我们队上就加强勤务作为，加强海域的巡查。因为5月7日到8月16日是中国海洋富贵休渔的期间，而且最近海上较稳定，偏由海巡对执行护影专案加强巡逻。海巡署讲，为着要避免中国渔船越界作业，会加强查缉可疑船只，甲中国的油料补给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警方伫初半暝伫台中港哦，发现一个来自中国姓周的查甫人。伊讲哦，伊是驶像年船对福建出发，驶10外点钟来到台湾哦。伊是讲伊希望生活伫自由的世界，也毋过真正的目的，检警目前在调查。周末的周。警方伫台中港埔华边问这个可疑的查甫人，伊讲家己姓周，是对中国福建省开像年船来到台湾投奔自由，一路上拢无互人发现，这也互现场的民众感觉是真奇怪，想拢无。我嘛感觉这都不可思议，毋过就是去华顶甲看过，真正伊的啥面情而已啊。林先是讲，初一透早2点外，正伫台中港西码头工作，发现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坐伫路边画巴肚枵，本来同事摕物件好食，还佫有衫裤互伊。无偌久，警察巡逻经过，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带登去调查。利用深夜在台中港外海船舶底盘爬上岸，但是上岸没多久就遭警方人员查获。那实施防疫期间呢，侦办人员也不敢大意，除了立即为嫌犯穿着全套的防护衣之外，并且通报防疫人员到场量测体温。初步发现他的体温正常，而且没有咳嗽、发烧的现象。警方表示，33岁姓周的查甫人讲，伊早就食物、水，还有90公升的油料。4月30日时对福建出发，伫海上开10外点钟，伫30暗时9点外来到台中港。而警方确实在港区内底发现这只像年船，也毋过亲像安尼拢无拄到阻碍，直接偷渡来到台湾，也互未少民众质疑，咱的边境管理是毋是有出什么问题？还是要把边境管理好，包括疫情的部分，包括走私的部分，都要管理好。觉得是边境控管的没有很好，然后就是才可以让他们偷渡来台，然后还没有人发现。对着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的讲法，警方即阵正伫咧查证。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即阵暂时被留伫海巡留置所，伊则规定检疫来隔离。即阵专案伊则违反国家安全法，也佫有列出国移民法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之前有人闹事哦，昨晚公布代志发生迄当时的监视器影片，前所长透过律师强调讲，伊是反对讲警察的形象受到影响，这对外来表示讲监视器的画面已经太掉啊，并毋是有人施压。2位、4位，接下来后面都见的都是1位。4月16日透早2点15分，10位穿乌衫的人冲入台北市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对松山分局体检教官杨中立一直骂。杨中立行向楼梯，想要走去楼顶，结果这个人全在底去。16分07秒。前副所长颜敏心原本要困啊，看到安尼，穿衬拖就冲出来，将这查甫人压制。其他警察也斗阵，甲其他人赶离开派出所。松山分局进前互穿乌衫的人走入去。台北市警察局车里甲凤山都的关键96秒画面甲公布出来。到21号晚上10点，我们公安处主任在网络上看到同仁爆料的讯息，
就传给我左手边的这个林志成分局长。林志成分局长接收到之后，马上去调解，同时也把那个资料传给我们。另外，事发迄天暗时7:07，中路所办公室监视器记录到，前锁定柯世环甲姓胡的顺祖两个人伫监视器主机头前甲伫操作疑碟。柯世环安尼做是挑工，也是无意的，但家长认为无意的可能性较细。由柯世环表明无想要害人，无想要害董事，引发外界猜测牵涉关系也是死压。柯世环委托律师发出声明讲，是烦恼影响警方形象，有时才安尼做。因为视力不周，考量分局教官与他人在所外纠纷逃入分局的画面，如果流出，对教官个人及警察的形象有负面的影响，而导致当日的监视画面档案格式化。被问到当时为安怎不爱甲穿乌衫的人甲抓起来，但家长解释，外面心当下无看到穿乌衫的人摕椅讲电脑，主管认定对方毋是嫌嫌犯，只好以当下判定来处理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高宽敏不满蔡英文政府另处理制宪，无处理国家正常化议题，最近一直公开批评，嘛讲伊要辞掉主席，退出民进党。总统府是表示了解高先生当年的主张，嘛尊重伊的决定，也毋过希望高先生会使留落来做伙拍拼。独派大佬高宽敏不满蔡英文总统无处理台湾国家正常化，再去出席制宪公投研讨会，再次发回要请辞总统府主席，退出民进党。政府我要修宪呢，我要制宪呢，所以意见无相，我就只好我退嘛。台湾呢？共识是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嘛？你敢看无呢？你讲唔知影呢？你要骗大人是无？其实，伫去年制宪基金会提出制宪公投案，予中选会驳回。当时高宽敏也捌签下讲要请辞。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表示，充分了解高宽敏主席当年的主张，尊重伊的决定，也毋过诚心希望高宽敏会当同齐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的新闻哦，今年因为无落雨，南投信义乡的梅仔的量是真侪，也毋过嘛因为欠水，农真细粒，梅仔上细粒哦是真歹卖，所以有袂少农民归去都无要采收，损失嘛真严重哦。伊嘛希望政府会使补助，互因渡过难关。甲一定熟的梅啊，一粒一粒烂落来。南投信义乡的青梅，目前正伫采收期，不过梅农煞欢喜袂起来，因为以往正常生长的梅啊，拢会使达到50块银价的大小，但是今年的梅啊，煞求水到敢若剩5块遐尼大，大小出现真大的落差。梅农怨叹采收根本就袂好，今年的损失非常大。果粒小，工资又贵然后大颗的价钱好，没有大颗的可以采。小颗的工资贵，小颗的又数量太多，又没人要，都留着让它自然落果，要不然也没办法采收。梅农表示，今年欠水，所以梅啊结果比往年较侪，不过果子普遍拢较细，袂少人今年拍算放弃采收。但是相关的条件又搁无符合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标准，同款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使赶紧帮助梅农来解决。因为他土地都是在他家实验的土地，就是林立用地，但是因为国术的部分还没有列在这个救助的范围内，所以这个部分还必须要在法规面要有办法松绑，才比较有可能协助得到。南投县农业处表示，信义乡有真大一部分的梅园是生做林业用地，但是以目前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规定，敢若有伫咧农务用地顶悬的作物，才会使申请补助。不过相关的农损嘛是会进行统计，后续会搁再甲农委会讨论，安怎来争取补助。记者南投综合报道。运动体操是国际比赛，嘛是奥运的项目。来看屏东有一个训练站哦，教练佮学生拢真认真，一定囡仔毋惊辛苦，教练嘛真用心来指导。望讲这项运动伫台湾会哪来哪时行？规定体操选手排规排，一个一个做出教练要求的动作，标准佮流利。这是屏东县和平国小的韵律体操基站训练站，
成立教单已经14档，对一开始教练选手无几个，到即晚25名选手嘛摕过真侪奖牌。这背后的教练是有金牌实力的韵律体操教练林幸杰，甲伊的学生董小文。我们是民国96年来到和平，然后申请了训练站，然后到现在。对，那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太认识这个运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然后孩子们也很争气。两位练体操出身的教练，知影选手训练的时阵会面对什么款的考验，为了让囡仔专心训练，所有的选手拢甲头鬃洗甲真整齐，因为毋望伊莫用伤侪时间咧西装打扮，爱用所有的时间来训练。我们的小朋友都有特殊的头发型，对，就是我们就是要求你专心在练习体操上，所以我不希望你多花心思在什么头发啊，就是指甲油啊什么的，因为这是现阶段小女孩最喜欢的东西。虽然逐工练基本功，究竟拢是真苦的课程，下课休假拢着搁训练。不过这阵体操队员，因为因的心中对韵律体操有热情，也是真坚持。面对得要到的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拢专心咧训练，毋望有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口老化真严重哦，侪岁人的长期照顾嘛是挑战。草根种标来看，屏东的德产国中就说全台湾头一间长照体验教室，互学生囡仔是坐来体验讲老大人的生活，有啥物不方便的所在，嘛教这囡仔会使安怎来学习照顾时代的生活。学生囡仔将一项搁过一项的装备穿在身躯顶，模拟出坐伙人的身体状况。这是屏东县的德产国中全台湾头一间的长照体验教室，就是希望将长期照护加入国中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囡仔会当愈了解是大人生活上的不便。比较具体的一个空间，来让孩子呢来做一个体验啊，让我们孩子呢在学习长照教育的这个区块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空间。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整个屏东县的国中端的孩子啊，都能够呢带来这边呢来体验怎么做才是对我们老人家呢是最安全、最友善的。除了体验教室，德产国中也有成立长照技艺班。透过各种实体的体验空间，结合一系列的课程训练，或者各种学生会当实际学习到要安怎照顾是大人，也有对长辈的同理心。课程的设计它是一个滚动式。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活动的话，那是一个短暂的。可是你进到课程，它就慢慢系统化的一个发展，这对孩子的学习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啊。这个长照体验空间嘛，提供给其他的机关、团体、甲学校来使用，希望在这个人口愈来愈老化的社会，促进长期照护产业的发展，让老大人会当受到更较周全的照顾。打造一个个人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马家乡的一个排湾部落，是排湾族的发源地之一哦。过去华语翻译做法湾哦，也毋过有做人是感觉讲这个词甲因排湾族的话酒有徛音的问题，无介理想。最近是正积极希望会使来推动正名，那么做伙来了解。伫屏东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近来因为全国道路的启用，愈来愈侪人来遮观光。毋过，也是真侪人用旧的地号名法湾、法湾来称呼因的庄头，有做人就感觉无啥文雅。法湾村很像我们讲的 Vava， 就是酒的意思，意思说我们都是在喝酒。有一些地方领袖的人去请愿，那后来也经过政府的同意，然后就证明了，就把改成排湾村。在地头人讲，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过去伫华语是翻译做法湾，毋过那连法湾和排湾语的瓦瓦是外音，就是有酒的意思。虽然伫1986年，村民请愿去甲村名正式改转来排湾，毋过真侪文宣广告拢要是用旧的地号名。因安尼有族人搁在推动正名。从即日起呢，就是所有文书的或者是公文的对外的一个宣传，我们通通都改为旧排湾。华人的文化当中，有人会避免讲外音，譬如讲赛车，因为有赛的音，就对华语讲开车。毋过伫原住民的文化当中，敢也会有一款禁忌，这是真值得讨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有一阵正关心性别平权的民众哦，伫5月7日，伫嘉义市文创园区来举办彩琴生活节，有同志家庭嘛来分享因请养囡仔的经验，嘛有下性别的人士来分享因认捌家己的过程。一环，不管你是喜欢男生、喜欢女生、顺性别、跨性别，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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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个量表去判断，或是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坐标。下性别的主讲人向大家绍介家己下性别认同的过程甲经验，希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除了有议题分享，还有真侪个人工作室来摆摊，设计各种彩琴多样的产品。市政府的人应该也要好好来想想如何推动更多让同志族群以及非同志族群都能够更加的和乐融融的相处在一起的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不存在，我们只是还没有站出来给你看。那如今我们站出来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存在，我们要给你看，然后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这个活动为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已经第3届，因为愈来愈侪人会重视甲参与，所以今年嘛增加一寡表演甲议题讨论，嘛吸引足侪关心议题的民众参加。其实默默支持的还是蛮多的，只是可能碍于长辈或者是一些压力，所以不是很高调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也是嘉义目前可以再努力的一个空间。普遍感受到大家接受度是在同婚通过之后是越来越高的，很棒啊！就集结很多人的力量，对，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然后多元性别，对多元性别啊，然后平等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打破传统男女性别二元的分类方式，用多元的角度减少因为对性少数的无了解所产生的偏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法国是欧洲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咯。过去一冬封城几啊届，对爱食好米、真够享受的法国人来讲哦，就算袂当出门，嘛无法度来阻止因追求享受生活的热情，所以就有人甲总铺请到厝内底去煮食。爱食好食料理的法国人，伫封城期间也能享受到顶级餐厅的料理。35岁拉克罗斯。即天请妈妈做阵食豆，2个人穿甲正正式，坐伫咧厝内。总部师先送一道日本汁是青鱼片。Tout ce qui est dans l'assiette est bien sûr comestible. Je vous en prie, bonne dégustation. 母仔2个人一面食一面开讲。这个月初，法国爆发第3波疫情，当局宣布国再封城，民众被迫踮伫咧厝内防疫，无法度去餐厅，就甲总部师请大。On a le restaurant à la maison. Les plats étaient magnifiques, très bien servis. C'est un petit peu hors du temps parce que c'est vrai qu'en période de Covid, forcément, on a envie de sortir, on a envie de voir des amis. C'est quelque chose qui me manquait, oui. Oui. J'allais régulièrement avec ma fille, avec des amis. Et j'avoue que là, c'était même un manque. Donc, on est ravis. 总铺师阿尔卡达欧本来就是经过训练的私人总铺师，伊讲发生疫情之前，伊逐工拢有订单，这摆订单是最甲拼，一个月爱接60到80张单，也有30几张无法度接。Là, il est vrai que je refuse énormément de personnes puisque je peux pas me dédoubler pour le moment, donc c'est un petit peu compliqué, mais voilà, tout simplement oui, il y a une demande très très importante. 法国这摆的封城措施正严格，不过并无禁止私人总部师到民众厝内做菜，只要符合一批人数无超过6个人，也个暗时7点了宵禁的规定，也是当伫咧厝内食到好食的料理。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一寡零座列车过期哦，就正做太空喷射。美国有一间军火商最近就研究出一种会使来帮列车补充能源，互零座列车会使继续伫太空中工作的技术，那么做伙来了解。MEV 的概念真简单，伊本身也是另外一个太空船，成功了进入地球的轨道，并且找目标，也就是执行补给任务的对象。锁定目标了，用红外线摄影机对准，成功烧接了，就敢若是空中加油机用油管加进油机补充燃料同款，加管潜入去目标卫星的燃料仓。MEV 1号伫咧2019年10月升空，去年2月甲目标卫星相接，
4月和这粒商业的通讯卫星恢复正常功能，回到原本的轨道。MEV 1号会甲目标一直接调的，一直到2025年有定期限。2号是伫咧去年8月升空，即礼拜完成烧接。目标卫星甲1号服务的对象是属有同一间通讯公司。根据太空加天文专业新闻网 Space.com 的报道 ，MEV 1号因为是第一遍进行，所以烧接的地点是建伫地球公布轨道顶头差不多300公里的所在。等目标卫星恢复正常了，结果再降到离地表35700外公里的公布轨道。第一遍的任务成功了，那么进行中的第2遍烧接的任务就伫咧通讯卫星日常的公布轨道。后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伫咧补充燃料以外，也搁要执行维修卫星或者是换零件。所以任务延长的这个载具就要将这体型更加大、有机器手的任务延长结称 MEP， 按算2024年开始。以前只有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伫轨道修理哈勃太空望远镜有过这种经验，迄当阵也是太空人行出去太空漫步修理。然后是过当年2025年 MEP 唔那是要维修卫星，也搁要协助轻度重要卫星或者是太空站附近的太空本所，验证的企图心唔那安尼，未来可能伫咧地球轨道组装人造卫星等太空设备，乃当成功，太空产业的生态会有革命性的变化。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今仔台湾附近水汽变侪哦，东南部地区哦会有一寡所在会落大雨。早起气象局嘛发布台东的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哦过到了卖落雨。礼拜3开始，小连赛会有2个方面通过，天气是无介稳定哦。咱做回来看今仔各地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